唔知啲現代人係咪有咁多啲現代嘅毛病呢？有啲特別老人家嚇，佢哋同我講佢話：師傅，我周身病痛啊，經常有晚上瞓唔着啦，點算啊？我想同你講嘅係，呢啲係你大半生累積落嚟嘅業，佢叫業障。凡間嘅醫病係醫病不醫業，你用凡間嘅藥去醫你呢啲唔係凡間嘅業，係唔可能㗎。咁點算呢？所以我哋借助而家網絡啦，咁就好方便，唔使你哋一定要嚟到我面前，我哋一齊去為大家消災免難。所以建立群組咯。咁建立群組係做乜嘢㗎？建立群組就係如果你有問題，你有病痛，唔緊要，聽開示啦。我亦都會教大家做立禪，亦都會教大家功德林，亦都會為大家開示講解人生嘅啲道理。同埋我哋會有啲作法祈福，幫到大家嘅。咁希望大家一齊咧嚟修行嚟聽經聞法，就可以做到好多事情啦。你一個人嘅痛苦係冇辦法去撐嘅，孤零零點撐得過去㗎？所以交俾佛菩薩，交俾我哋啦。相信佛菩薩，相信佛嘅力量，相信我嘅力量係會幫到你嘅。祈福包括百年身後事，一切都可以如願。加入群組慢慢學習啦。跟隨一啲已經在前面修行嘅居士，佢哋慢慢嘅帶動大家，可以一齊共同去成就。